我係 Coco 啊。今日咧要介紹呢個動作係可以訓練胸肌、老鼠仔同埋背闊肌嘅。首先兩隻腳分開，與肩同寬，企直個人，唔好放鬆核心肌群，視線要平視，唔好耷低頭。我哋可以揸住橡筋帶嘅4號仔同9號仔或者10號仔，指引嚟嘅啫。舉高兩隻手喺頭嘅左右兩邊，打橫拉一下，橡筋帶有阻力就曲手踭落嚟，去到鎖骨位置就 OK 㗎啦。跟住推返佢上去就放鬆，重複做。如果腳力唔好嘅朋友仔，可以坐喺張凳嗰度做，要坐一半張凳，隻腳要90度踩喺地下就可以㗎啦。如果係運動初哥嘅話咧，12下為止一組，做2組。如果你已經有啲經驗嘅話咧，就可以做20下啦，做夠3組。希望呢一個動作你喜歡啦〜